麦克风试验，1、2、3，1、2、3，麦克风试验。那监听可以帮我开大一点。我来监听，1、2、3，1、2、3，1，再小一点，它会有1、2、3，会叫1、2、3，1、2、3，麦克风试验，1、2、3，1、2、3，还是会叫哦。1、2、3 test， 1、2、3，1、2、3。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要透过赞美进入到神的院，我们一起祷告，领受神属天的应许。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真平安，我今赐给你。真平安，我今赐给你。再来遍，真是爱，我今赐给你。真是爱，是世界不能给。真是爱，是世界不能证明白。姐妹，神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献上感恩，因为没有一位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来牺牲、付上代价，且由他胜过死亡的权势能够带来复活的大能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话一起来宣告主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一起来。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是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一起来开口为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也求上帝来赦免我们有意无意所犯的过犯。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来感谢赞美我们主，他的恩典够用，他的慈爱长阔高深。我们开口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天都是你的恩典，每一个气息都是你的怜悯，都是你的慈爱。我们一起赞美，一起敬拜，一起感谢，让我们面对新的一天，有你新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不断的省察我们所说、所做、所行，若有得罪神，求你来赦免我们。哦，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谢谢你。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恩典的主，赏赐够用的恩典，让我们面对新的一天，有新的恩典，有新的气息，也有新的盼望。主，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也有意无意会得罪神、得罪人。愿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来查验，也能够求主来洁净、赦免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位新造的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也继续为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的话来宣告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来祝福。我们看我们国家面对这个疫情有神的保守。我们看中国、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最近疫情又升温特别是在北京或是美国我们看到很多这一些的流行病那我们国家也从口蹄疫的疫区来除名了我们看到那个农委会的主委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很激动因为他家以前也是养猪的这个农户那我们看到这个要从我们国家除名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政府有这样的一个努力那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不管是疫情，或者是我们现在面对一些的挑战敌对的那我们看到国际局势南北韩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中国跟印度的冲突我们看到唯有神的和睦和平，才能够维系人跟人之间的和平。所以我们恳求主来帮助让我们的国家是有主的和平、平安、真实的爱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执政掌权的在野的能够有和睦一同来为这个国家、城市谋福利。我们开口来祷告。这块土地的百姓不让仇恨来撕裂我们的和睦主，我们奉你名来祝我们的国家、城市，不论是执政掌权或是在野的，主，你来就是要使人跟神和人跟人和睦。主，让我们都成为这块土地百姓跟百姓之间和睦的管道，也捆绑一切黑暗权势，要使我们族群的对立、人跟人之间的仇恨、挑起争端的这些势力，奉耶稣的名来赶走。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因为你的爱使人能够相聚在一起，彼此接纳，彼此饶恕。愿你赐下和睦、彼此相爱的灵，在这个国家，也能够除去一切的瘟疫流行，从这个国家离开。
愿你继续带领台湾走在神你的恩典道路上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我们要为我们的需要医治，或者是能够得自由来祷告，用神的话一起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在为身心灵、工作产业我们的情感，或者是最近我们看孩子都要面临一些的考试。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言语、行为、所做、所说、所行，可能会带来一些的冲突。透过今天关键对话，我们如何有这样的一个圣灵来引导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带有和睦的、带有祝福的。如果我们当中有需要被祝福在这几方面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我们的同工会为你祷告，或者是你坐着你在身体的、心灵的，我们都可以为你来祝福。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一同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我们恳求你的同在，带来你属天的能力，带来属天的思想跟情感，奉耶稣的名捆绑一切不属神的思想、情感、意志，与我们连结的，奉耶稣的名来断开，释放我们在真理里面得自由。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灵要被洁净就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就能够属神的思想。奉主的名来祝福，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得着医治。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要得自由。奉你的名来捆绑一切影响我们思想、情感、意志这些不属神的连结、混结，奉耶稣名来砍断、释放，让我们能够重新因着圣灵的连结，帮助我们与主有好的关系，有属神的思想，有属神的情感，有属神的意志，也有健康的身心灵，帮助我们在每一天过着丰丰富富的生活。在愁苦劳烦当中，因为主你呼召我们来亲近你，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胜过这些劳苦重担，释放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大大张口，我们就要得到大大的充满。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我们最后要为了我们的主日礼拜来守望，我们用主的话一起宣告：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的需要之外，我们也可成为一个代祷者你知道，可能在你的组员，在你的你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他是慕道的，你知道他属灵生命的状况，你可以为他来祷告，来祝福，在5方面：身心灵、工作、人际为他能够认识神，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恩典来祝福我们为现在接近暑假了。有这些会议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短宣还有这些的夏令营、培训营等等我们恳求神使用上帝使用这些年轻人来祝福更多的这世代的族群，特别是年轻人我们也为乐宁这些的同工、区长还有小组长，我们为他们来祝福。我们看到社区的一些年长者一直进入到教会，这次也有一位社区来慕道的朋友他要报名受洗所以我们看见，因为同工的这样的一个服事，也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接触造就，
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要临到这一些的家庭。所以我们为这些年长者老了不是没有用，老了是成为年轻人的祝福成为一个很好的资源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站立，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每一个年龄层，特别是为这些年长者白发是荣耀的冠冕，他们要成为教会的遮盖，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他们子孙有好的信仰，可以有好的传承。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下足够的恩典，足够的慈爱，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施恩赐福的管道。奉你名来祝福，透过教会的聚集让人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的救恩，看见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奉你名来宣告，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有丰丰富富的恩典，要赏赐给万民万族。主，奉你名来祝福，让你的教会就成为宣教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就成为祝福这社区使城市得恩典的教会。主啊，谢谢你，去呼求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神，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你要赏赐美好的事物，让你的子民能够尝尝你的恩典，也能够诉说你恩典、你的慈爱。在这个城市，我们奉你名来祝福，特别是在这些年长者的事工、热年的事工，我们看见许许多多这些年长者，他们在晚年的当中如果没有这样信仰，他们是没有永恒的盼望。但进到教会，透过这些事工，我们看到使人能够认识耶稣，认识你的恩典、你的救恩。也有人就是要用他的信心来领受、接受这样的救恩，进入到他的生命，也能够透过他来祝他们全家。愿你的恩典、慈爱、怜悯充满在你的教会，也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传福音的教会，也让我们透过祷告守望，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宣教的勇士。我们也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要用大声的拔来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耶和华。哈利路亚！一起来，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耶和华。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
为宝座上的神，在你的宝座前，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民在天上说愿救恩，为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高举我们的双手，高举双手，扬声我们一起来敬拜，敬拜那在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为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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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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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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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救恩荣耀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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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将颂赞全能都归给我们的神。颂赞全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我们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愿颂赞全能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有一份爱从天而来，它融化了我们，也激励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这属天来的爱。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有一份爱，这爱比山高，比海深。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的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了我，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让我们生成为命，别人的祝福。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了我们，耶稣的爱点燃就让我我们心中这熊熊的烈火，胸爱一起我，来向世我们界一说爱。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你，唯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的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是的，耶稣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当要拥有这一份爱，我们要向世界活出来。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这不多我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唯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向神来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让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一起来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拥有这一份爱，终于这一份从属天而来的爱。你的爱激励了我们，你的爱也活泼了我们。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渴慕你的心，渴想你的心。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在每一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让我们用这一首歌来敬拜。每一天，我需要你。我们请姐妹来唱，男生我们来渴慕。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请男生来。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女生来渴慕神，唱出你对神的渴慕。
求，我们呼求你天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呼求你的恩典不离开我们，我们呼求你的慈爱双手继续引导我们，就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说什么，要做什么，有你成为我们的榜样，引导我们要说什么、做什么，我们就能够进入到你属天的恩典跟你属天的智慧里面。主帮助我们每一次在敬拜当中看见你的同在，你的荣耀运行在我们当中。每一次的敬拜，透过你的话语，知道你的心意、真理，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大大张口，你就要大大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让人看见你奇妙的恩典，能够一同来敬拜你。愿你的灵这时候就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来介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哈，正式介绍一下潘秀芬姐妹啊，请你站立起来哦，我们特别来祝福啊，请做金莲姐的媳妇了哈。我们在之前不久失去她的另外一半啊，所以我们继续为这个家庭，特别为秀芬来祝福怎么样祝福这个家庭，也让她早日能够领受主的恩典。其他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要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今天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请兄姐关心代祷和奉献。我们在7月5号，我们会举行今年度的第4次圣礼典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报名到今天今天之前，如果你要受洗向牧师还有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崇拜部也有举行这个花艺的花艺班，那进阶班因为人数不足我们就取消但是这个初阶班还是有继续举办第2期从7月4号到8月22号，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影音管理小组招募我们的同工如果你有这样的兴趣，还有愿意来参与服事你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事工。如果你愿意的弟兄姐妹，可以在1楼布告栏来填写，或者是向我们陈如山长老来报名。我们这个礼拜有祷告见证会愿上帝来赐福透过弟兄姐妹生命的见证可以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那在肢体的消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第6组的蔡家平弟兄就是邱敏姐妹的大儿子，还有我们的吴登贤弟兄、郭慧芬姐妹他们夫妇的千金吴佳音姐妹他们预定要在8月15号1点半下午1点半在台北济南教会举行结婚礼拜愿上帝来赐福这对新人。如果你要参加礼拜的可以到1楼公布栏来登记一例作业愿上帝来赐福这对未来要建立新的家庭的新人其他我们就自己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2遍一起来。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
使徒行传15章第7节，再一次，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使徒行传15章第7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可以不用勉强奉献，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征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能够平安来到圣殿赞美你。主啊，求你让我爱你的心能够永远坚定不移。我的主，我的神，主啊，求你眺望我服侍的热情，让我起初的爱在我里面重新开始，让我能够永远尽心尽力、尽心尽意来爱你。这时候，我全然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为主所用，求主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坐下之前，必须祝说上帝的话成为你的帮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要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15章。《使徒行传》第15章，我们要来从第6节。《使徒行传》15章第6节，我们要看到21节。请我们翻开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看看你左右邻居有没有圣经哦，或者是你的手机如果有圣经，可以把它打开。我们要一起来宣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帮助。第15章的第6节，预备好，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一起来。使徒和长老聚集，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上帝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
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上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我们看到这边愿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能够知道明白，也能够行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指引，在每一天我们要说什么做什么，都需要你圣灵的同在，你的教导，我们才能够说出智慧的言语，能够调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开我们的心窍，明白透过今天的圣经信息，帮助我们在说话上面有你的祝福，有你的引导，也能够透过我们所说的话，让人能够认识主你的恩典跟救恩。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透过今天的圣经是一个很重要，在初代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我们知道在会议当中一定要说话嘛，主持的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参与在那当中的话这个言语的交流对话非常重要。其实，在夫妻或者是我们在跟我们的家人，或者是你在跟你的上司下属在谈话的过程当中，那其实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那说话可以拉近人跟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建立好的连结。但是如果话说得不好，可以毁坏彼此间关系，造成伤害，也带来怎么样疏离那有一句话说，一言可以兴邦，对不对？那一言也可以怎样？你们都没有读到吗？这个不知道是孔子还是我忘了反正后面有一个子那他就说一言可以兴邦你的一句话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但是因为你的一句话可以让一个国家怎样消失掉、丧失掉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南北韩那个金正恩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谁出头金与正就出头，对不对？然后两国在对谈的过程当中讲的不是很舒服的很合意的话，就一句话，我告诉你，后来那个他们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大楼
就因为这样，几天后就怎样，就把他炸了。哇，这个小辣椒又比他哥哥还更狠，这样哦。所以我们看到都是透过对谈说话，所以可以亲密的连结关系，或者是彼此造成伤害。过来不止这样啊，又幻化说什么，可能后来又什么工业区啦怎样哦，可能未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伤害哦。那其实我们夫妇特别是另外一半，都想期待我们先生啊，特别是先生能不能浪漫一点，对不对？浪漫一点。但是有时候先生表现出来就是拿茶讨，你知道就好像木头人这样哦。好，那如果你借钱给人家，你想要让他还钱，你就跟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向他讨了你跟他讲了时候，他又不理你这很多借口，哎呀，我现在又手头不紧不方便那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对话是干脆就不讨了，或者说你怎么样用你的方法去要这笔钱回来那另外可能我们这夏天用电量会激增嘛所以在家庭里面，可能我们做长辈的父母就你较欠的好不好那个睡觉也不关电灯，对不对然后节约用电不要这边冷气也开，那边冷气也开那可能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家人，我就是热嘛，那个对话可能会造成一些的冲突，或者是他可以接受。那怎么样讲什么样的话非常的重要礼拜五我们德福有邀请一位黄长老，就东门教会年轻的长老他是心理咨商师他分享这一部的电影就是《8月新风暴》那其实由梅丽史翠普所主演的还有那个谁茱莉亚·罗伯兹他演他的女儿，在整个对话其实都是从话语当中彼此伤害。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叫“老娘我最大”老娘我最大其实就是说，透过这个妈妈，她一开口她的话都好像带锋利的刺这样刺伤每一个人那就在她先生告别式完之后，他们全家包括他女儿女婿在一起有这样聚餐在有一个人带领这个比较冗长的餐前祷告之后，那这个做妈妈的他就知道他很聪明，他知道说他的女儿跟女婿婚姻出了一些的状况。那一般我们都会可能私下比较委婉来探查一下最近怎样。但是这个老娘就是怎样她的话就很直白，而且非常刺伤人。就在餐桌上面问他的女婿，你们最近是不是分居了？这个女婿被问到对。那你们婚姻当中是不是有年轻的女生介入？这个又更尴尬。他的女婿，对，这一次他的女儿就受不了了你怎么可以公开在这个餐桌上这样很直白的所以他就愤怒起来就扑向他妈妈，就在那边扭打，你知道女儿就我看那个介绍，就女儿就很生气了因为这些话就刺伤了她。然后他老娘又说什么？就是有一些人经不起真相的激怒知道真相还要发怒这个不得了所以造成了整个这样的一个关系紧张破裂我们看到在15章里面也提到有关外邦人得不得救这个问题。其实从安提阿开始如果你从第1节，从耶路撒冷来了一些人也是好像雅各派的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一些代表来到了安提阿，然后呢就告诉他们有一些规矩。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为了
这件事情来争辩，就争辩，那一言不合，所以又把这样的一个议题就带到耶路撒冷，就好像带到总会一样这个在地方教会有一些没有办法处理就把这些议题带到总会来处理这次我们开总会也有处理一些的议题也是有一些的火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透过这样的一个关键的对话，到底对你我有什么影响？你会觉得说这个是他们的事情关我何事？关我今天我坐在这边有什么事情？弟兄姐妹就是有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关于外邦人得不得救，谁是外邦人？跟你的旁边说，你就是外邦人。你就是外邦人，我就是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我们就是外邦人。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决议是非常关键如果这个对话冲突，然后没有一个结论，可能今天你我没有坐在这边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来看，透过这样的一个会议，这样的一个关键的对话，我们看到听跟说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只有是我说你就听我的，因为这次我们开议会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引起了很多这些的冲突跟纷争。有一些议员就离席抗议，从来没有这样过。所以听跟对话是非常的重要。还有我跟刘牧师是没有离席的感谢主我们觉得听跟说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其中有一位同工起来发言，当然是激怒了另外一位同工的族群，就是原住民，就要求道歉。我只是回头告诉站在那个麦克风前的那位年轻的同工，我说：“同工，他不了解你的明白啦。”所以他就笑一笑，就离开麦克风，没有继续再发言所以一句话可能会激起对立，一句话可能会化解这样的冲突。所以听跟说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在夫妻、亲子，我们跟我们的同事彼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第二个，我们看到关键的倾听，在关键的时刻那个重要的点上面，我们有没有听清楚？如果没有听清楚，我们可能被激怒了。等一下我们有一些的经文，特别是礼拜五，我不知道我们没有灵修。礼拜五的灵修经文里面，撒母耳记有关于撒母耳记有关于25章有关于大卫的跟拿巴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用这样的例子来看彼此之间的对话，还有倾听这样的一个关键，会不会引起冲突，或者是带来一个和睦？好，所以我们看到听跟说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困境或者是阻碍特别我们看到这说好的应许早从亚伯拉罕，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的17章，我们来看创世纪的17章，上帝跟99岁的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定。好，这段经文我们不念但是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当中所有的男婴，从出生8天了，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接受割礼。所以每个男子都必须接受这样的一个割礼。如果你有接受这样的割礼，你就成为我的子民，在我的永恒的约里面有份。如果没有，你的名字就要被除掉。对亚伯拉罕，上帝与他立约，这样的一个约重不重要？如果我遵守的话，我的名字就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如果没有遵守，被除名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看到延续这样犹太教徒他们在遵守从亚伯拉罕之约这样的一个割礼，然后呢加上摩西的律法。摩西五经大概哪5卷知道吗？摩西5经律法书被称为律法书，
就是在旧约前面那5卷啊，创、出、利、民、申，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呢生命记。这在还没有圣经的时候，这个成为他们在律法当中很重要的。所以在摩西五经，他们把他们视为在他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绳依据。好，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是说犹太人，但是后来他们信了耶稣啊，就好像保罗这样那亚伯拉罕的割礼，他们还继续遵行。还有呢，加上了摩西的五经律法，但是又加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基督耶稣的救恩。这是透过新约，他们来认识耶稣的救恩，透过十字架。好，那基督徒呢？后来我们看到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的开始嘛，在安提阿教会。那保罗所传的这样的福音割礼只是什么是不是在凭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最重要。还有呢，律法这只不过是什么这好像影子，但实体真实的重要的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所传的、所坚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说，这些仪式这一些的可能割礼等等，这一些都是外在的。真正使人得救是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的救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所以基督就是为我们付上代价，最重要的一个救恩的管道。好，那这早就说好了，你们还在那边吵什么啊？从亚伯拉罕，你们不尊重亚伯拉罕吗？应该要尊重啊，对不对？所以这本来就说好的应许所以这个有时候就传统来的，会造成可能新约耶稣带来了一些的改变，但是有一些人还是留在怎么样传统这样的一个思维里面。好，那说了有没有帮助彼得就起来，他说了什么？你不知道在祷告禁食的时候，就领受这样的一个意象，结果圣灵的帮助引导让他能够到哥尼流的全家，使哥尼流全家能够因着听到圣灵的充满，然后信了主。这是圣灵在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的当中所做的事情。那到底要听谁的？是从传统来的，还是圣灵？上帝一连告诉我3次，我本来也抗拒不可以。这些不洁净的动物，好像在代表你我，你知道吗？外邦人呢？但是上帝说：“宰来吃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也是我的子民，是我要拯救的。所以说了有没有用？有没有帮助？来，我们念一下来。你竟在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家里做客，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还是有一些人这些人不洁，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就好像法利赛人跟耶稣讲，你怎么可以跟这些税吏罪人一同吃饭呢？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圣洁所以说了怎样？好像有一点帮助，又没有帮助。所以这个就是在沟通过程当中有一个困境第3个，不然我就讲规则给你就把圣经把这些规则把它搬出来所以我们看15章的第1节、第5节，其实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们要怎样？你们要遵守这个割礼，不然就怎样？你们最后一句说什么？你们不能得救。哇，要受割礼，割礼的意思知道吧？就男生割包皮这样那我在想，那女生呢？就不能得救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会停留在一个约上面，但是耶稣已经带来一个新的约、新的救赎的恩典那这些人法利赛派的信徒他们还是停留在上帝跟亚伯拉罕所建立这样的一个约定，就是割礼。
好，那说了没有帮助之外，他还老大心态。我告诉你，所以派人呢，从耶路撒冷派人到地方教会，就到安提阿，然后告诉你们，你们就这样，就告诉他们规则的过程当中，争辩了，冲突了，哦，然后后来安提阿教会就派保罗、巴拿巴，好，你们去参加总会啊，然后来解决这样哦。这一次要解决的议题就是什么？外邦人信主到底要不要割礼？要不要遵循从亚伯拉罕来的这样约的传统？所以这些人派下来就，我就是要告诉你们，规则你们要知道了，你们就知道这一点就好了。好，然后又连结，他掌权哦，说不说？上帝在掌权啊，这是上帝来的哦。所以我们看哦，耶稣也这样做啊，对不对？来，一起来念来。8天后，婴儿行割礼的日子到了，就为他取名叫耶稣。这名字是他未成胎以前，天使替他取的。那表示这段经文表示什么？耶稣有没有受割礼？有吗？他没有办法自己决定嘛，因为8天而已，对不对？啊，所以父母照着这样的一个传统，把他带到圣殿，然后就把他行这样的一个礼数了，割礼了。耶稣都这样做了，对，那我们信耶稣的是不是更需要这样做？所以神掌权，不用再说，就这样。好，那最后如果不行哦，那个权柄就搬出来了。我用我的职权就告诉你，就这样，好，就开始表决。我们这次开会就这样所以才会造成一些的对立跟冲突。我要给你知道，除非受割礼，不然不能得救，就又把那个规条搬出来。除非你要受割礼，不然这样哥尼流他洗礼不算吗？哥尼流有没有受割礼？有没有？没有啊。他一个罗马军官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告诉你们这些人可能他们角色在扮演，好像上帝一样那告诉我讲的时候，你就知死了，那意思就可能你们要除己或是怎样，或是可能他会用他的方法来做一个裁决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很强硬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像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总会的扮演这样的一个，好像我就是代表上帝来做这样的一个最后裁决，议长来做这样的裁决，这个都没有办法帮助彼此之间的对话还好，如果彼此有一些人出来做一些的调和才不会使这彼此之间这样的一个冲突加大我们看很多国际的这样一个冲突可能这个中国、印度对不对？把狼牙棒都拿出来了。我想刚开始你看到那个照片，面对面对，面对面，可能就是这样讲话的过程当中彼此激怒了所以把预藏的狼牙棒没有武器呢，就是狼牙棒把它拿出来你如果看新闻有那个还有那个钉子这样所以造成彼此这样的伤害。所以我们看到关键对话有一些的影响的因素，就是说如果我们一心想求胜或者是我的立场可能比较失去了我的立场但是你又想要报复，因为你被羞辱了，你因为一句话两句话你被羞辱。等一下我们看大卫跟拿巴的例子就是这样。所以因为你一句话搞得他武装起来要杀害对方好，第二个可能我们会想说，哎呀，我就打安全牌就要打安全牌，所以该说的可能你不想说，你就选择静默，或者是说非 A 则 B。哎呀，我到底该讲诚实话？就好像刚才那个老娘一样，对不对？他可以选择说，但是就要那么直白吗？
或者说如果我不说，他不会醒悟啊。那我到底选择说或者是不说，只有这样吗？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不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商量，然后彼此这样好像一些的学谈这样哈？所以我们看到听跟说之间，其实夫妇之间也是常因为一言不合就撕破脸，破坏那整个关系哦。所以听跟说的过程当中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当我们一方要一开口了，我知了，你都免讲了，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他都还没有讲，对不对啊？我们就怎样断章取义，你不要讲了，我知道啊，你接下来要讲什么？好，所以我们看到对话的过程当中，怎么听对方说，给对方有机会说嘛。所以保罗就有机会起来，我告诉你们，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合一的关系，不是只有靠这些的割礼啊、律法，而是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加拉太第2章16节那边，保罗就提醒，一个人跟上帝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关系哦，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不是靠摩西的律法。如果只守这些的传统人，这一句话其实可能在激怒他们了。还有呢，受割礼跟不受割礼都不算什么。哎呀，你怎么否定亚伯拉罕之约呢？那重要是什么？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新造的人。好，这是给对方有机会来陈述。所以我们在做上婚姻闲谈的时候，也是透过这样给对方每一个人有机会来陈述你对这一个问题的看法，你对可能你做这一些的评量，有这个结果出来，你觉得怎样？而不是看分数低，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插头，对，都不懂得情绪，没有浪漫等等。那给对方有机会来陈述嘛，可能就是时空背景、家庭的因素等等，或者是当时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等等。第二个，我们看听自己怎么说。所以彼得就站立起来了，他就起来族内弟兄姐妹这些朋友，上帝从你们当中已经拣选了我，所以他就诉说了他在哥尼流的家庭，他在约帕领受的异象，哥尼流全家信主等等。其实他先让外邦人信主，对不对？哥尼流他们是外邦人，那彼得他本来是抗拒的嘞，但是因为圣灵，因为上帝告诉他，所以他后来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就看到哥尼流全家都信主了，所以他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但是之前他讲过，还是有这些法利赛派的门徒起来做一些的攻击。你怎么跟他们一起吃饭呢？他们没有受割礼，还是受到这一些的传统的影响。但是彼得就告诉他们说，鉴察人心的、洞察人心的圣灵，怎样赐福给这些外邦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如同我们一样。好，进一步指责这些人，好像耶稣指责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祖先都担不起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担子放在这一些外邦的门徒身上呢？为什么？所以彼得代表使徒，他是一个领导者，他起来然后说，这些的重担不应该放在这些外邦人身上，让他们去承担，我们都没有办法担了，你还要让他们担这样的一个重担。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恩典是神给每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上帝不会因为你的族群，你知道割礼的因素是什么？你要先成为我犹太社群的一份子，你的身份要先好像成为我的犹太人，然后才能够得着这样的救恩。割礼其实有这样的意义你要先成为我社群的一部分，被认同之后才能够被上帝认同。但是耶稣不是这样，
你们每一个人，如果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怎样得救。不会因为你的族群、你的年龄、你的身份，有钱没钱，不会因为这样。所以这是彼得他站起来讲，就这个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你在发现，在关键对话过程当中，一个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个议题很重要啊，这个对话很重要，会不会你开始为你有没有这样经验？你开一个会，对你很大的一个关系冲突，你开始心跳加快，然后胃好像纠结这样，对不对？你要想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一些的紧张情绪来发生？你所选择是怎样？点点嘛，沉默。那沉默又代表什么？可能你想掩饰一些，在开会过程当中就有人讲，你们选择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是在掩盖一些的事实吗？或者说我们避免有一些的冲突，或者我表示我撤退，那我们可能会透过沉默，或者是有一些人语气咄咄逼人。你在开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是不是你讲话好像那种气势要那请问塞公安怎？要哈西贵安呢？一句话这样好像有时候我们在以前在学操练，然后医病赶鬼的时候，都是很大声，你知道吗？现在出去，结果后来不是鬼出去是人出去这鬼也出去嘛，对不对？因为把人吓跑了然后人吓跑，当然鬼也跑了，这样明白所以有时候不是因为你大小声就能够赢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透过训练中，你医病赶鬼，你在赶除这些黑暗权势的时候，不一定要那么大声，你知道吗？是在于说你的有上帝话语在你里面有这样的权柄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开会，在对立当中，哇，我真的受不了，有一些同工就起来发言越讲越大声麦克风都很大声越讲越大声，我就跟某某人小声一点好吗？哇，我怕他血压升高，你知道吗？哇，所以懂不懂得控制，或者是你在贴标签，你就是安尼啦，你就是这样牛看甲北京那嘛是牛啦，你就贴标签，你就是这样，你就是失败者，你就是 loser。然后就开始言语的攻击。刚才那个梅丽史翠普担任那角色就是这样，每一句话就是刺伤每一个这孩子，所以没有人想跟他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仅是在那个耶路撒冷会议，我们在我们每一次的会议有时候在开小会、长执会或其他的同工会，有没有这样情绪？会不会有这样的语言暴力出来？有时候我们都要很小心第三，我们看到听圣灵怎么说最重要。圣灵怎么引导我们？怎么开会？怎么对话？怎么跟人对话？好，所以彼得他就告诉他们，然后保罗就告诉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们，然后我们怎么样？本来要去哪里，圣灵不许，然后我们要去哪里？然后结果呢？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做一个宣教的报告，我怎么样经历，怎么样来上帝的灵怎么样充满，透过他们的相信洁净他们的内心最后老大又出来雅各这个领袖就出来，好了，这样我们做了一个结论就不要为难这些的外邦的基督徒了所以我们真的就被释放了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去守这样的割礼但是有一个，他们要尊重这样的信仰，就是怎样不吃祭拜过的偶像之物然后呢不要这些不洁的，或者是说勒死的。一般我看妈妈在杀鸡的时候会怎样先拔毛了，然后再割一下，然后用那个米，对不对？
把它装在碗里面，先放血，其实透过这样，血是代表生命。其实，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有谈到这些的问题嘛，所以其实继续在燃烧的说我们看到雅各做了一个结论，好，第一个是这样，不吃祭拜的这个偶像之物不洁的这些等等都不可以吃，可不可以可以第二个不可淫乱这个在信仰道德上面不表示犹太人没有，所以这个是十诫里面所提出来的那我们看到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关系，所以可不可以？因为宗教过去巴力的宗教牵扯到什么？牵扯到这样的一个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他最后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好，所以透过在关键的对话，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引述自己的情境故事当我们是受害者的时候，那不是我的错。亚当夏娃其实就这样他被蛇害那不是我的错。亚当说那个是上帝的错吗？那是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的。那夏娃又怎样那是蛇所以开始在推脱那我们看到坏人有时候说一切都是他的错谁叫他穿的那么露骨，对吧？有一些男人看了这些女人穿的清凉他就这坏人说，谁叫他当时候穿那么凉，那么露骨，就推脱了，你知道吗？好，那另外无助者，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来改变任何的情况。我们看到这社会很多呈现的就是这样好。那当我们发现错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尝试去做一些的改变就透过关键对话这本书里面，作者有提到说，你怎么样去追溯到自己为什么我会情绪有这样的一个不稳，然后说出这些的话呢？你去追溯一下然后我这样做对吗？我刚才讲那一句话，我刚才生气这样对吗？另外呢，我们回来好好谈，然后重新回到这事实这个焦点上面。我们以撒母耳记上25章，我们来看短短的这个影片。那你回想一下，如果你礼拜五有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来想看看来。一个男主角叫做拿巴，大声一点他的名字意思是一个愚笨的人。拿巴大卫这时候虽然身他的名字处在山洞当中，但他常常照顾拿巴的羊群，而大卫向拿巴要一些食物，拿巴非但不给他，忘恩负义，并且责备大卫。大卫是谁？有许多人背叛王而逃窜，他羞辱大卫。大卫这时候吩咐400勇士拿起刀起来要修理拿巴，而拿巴的妻子叫亚比该听到了，她没有跟丈夫商量，她立刻带着食物带着羊当做礼物送给大卫，并且匍匐在大卫面前求大卫原谅饶恕拿巴这个笨人，求主眷顾婢女的苦情。而他更劝大卫，将来上帝要膏大卫做王的时候，想起这件事情，不要心里不安。大卫被说服了，他放下刀，平安的回去。而上帝刑罚拿巴，他吓死了。后来亚比该做了大卫的妻子。好，短我们用这样的影片那如果你再去看一下撒母耳记上25章。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话的新眼光说那个沟通的一个秘诀，一个关键，其实就在讲我们怎么样做这样对话因为拿巴的一句话大卫说我们这1年来都没有动你的财物我们还怎样？我们还做保全呢，我们在看管你的羊群不受欺负我今天来不是收保护费了，我们只是要一些水、一些的饼、一些的肉这样分享一下嘛
但是拿巴这个名字就是愚顽人、愚笨哦，讲话一出口就怎么样，造成杀机啊，对不对？所以我看到你这些逃跑的奴隶啊，我想他也知道说扫罗在追杀大卫啊，哈，但是他已经受伤了，你还用言语在激怒他，对不对？所以因为这句话，大卫回去做什么？老人要穿鸡丝啊，你知不？所以就叫了400然后带着刀，然后怎样？要输赢了啊！他放话说要把拿巴家所有的男子都把他怎样杀了，因为一句话拿巴家所有的男子都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啊。所以说话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那听的人也很重要。你一听生气了，生气就产生杀人的念头。所以我们看拿巴也好，大卫也好，或是扫罗我们看都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听，没有好好的说，可能我们看不见上帝给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美、那些诚实，只有看到什么语言暴力、野蛮等等好，那说我们是拿巴吗？透过这样的关键对话过程，我们是不是拿巴常常说一句话就激怒了对方？你说的是使人可以得造就，或者是使人怎样跌倒，然后灵命更加败坏，气急败坏，让他要成为一个凶手。亚比该呢？因为他的这样的一句话，化解了这样的冲突，对不对？让上帝自己出手。亚比该说：“大卫，我知道你是受膏者以后你如果成为王，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你的瑕疵啊。”所以后来大卫说什么？还好你阻止我，你说的这些话不仅安慰他，他是一个跑路的人呢，心里都受伤害，又被拿巴羞辱。但是因为亚比该说了这些的话，你是王上帝会自己出手。上帝会自己做，好像你甩这个有没有？他基石他打了那个大歌利亚，对不对？你的敌人，上帝也会照这样有同理心，你知道吗？他以前做，上帝也会把这些你的敌对者，把他好像甩出去这样让上帝来处理吧，你不要自己出手，这样对你以后成为王了。可能会留下什么？人家指点的污点，对不对？成为杀人的凶手啊，对不对？因为他的一句话怎样化解了，然后上帝也真的自己出手了，让拿巴怎样中风、瘫痪嘛，然后后来就死掉了。上帝就自己来做处理解决了。后来我们看到亚比该就怎样？他的对话让大卫铭记在心，他欣赏他，后来就怎样成为他的太太。你看，对那些使者来的时候，他怎么样讲？她是一个使女然后她要好像一个服务，她愿意好像一个奴仆这样服务。你看这讲话多漂亮啊！你看所以我们看一个言语。化解了冲突，化解了杀身之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愿意倾听、说明倾听跟说是可以化解我们在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困境，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因为你的一句话化解了对立，可能甚至杀害的冲突。第二个，我们是不是愿意调整？先听听看你怎么说，不要一下子就断章取义，或者说你就是这样，你不要再说，你一开口就看到你的脑筋了啦，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你不用说，你就这样，你永远不会改变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因为这样气愤呢，就造成这样的杀机。我们一起站立好不好？神透过我们成为一个他爱的出口跟管道。因为亚比该他的一句话，保罗、巴拿巴他们最后他们还是提醒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带领，
所以我们才看见这些的外邦人他们的需要。上帝看到我们的需要，上帝也看到你的需要，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在关键对话过程当中，让我们有从神来的话，上帝的话帮助我们讲出来的时候，能够化解那个冲突，化解这个危机。神也要使用你，成为家族，成为人跟人之间调和的管道。因为你的一句话，如果说的合一，就好像金苹果落在什么银网上。你的一句话说的合一，就好可以使人跟神之间建立美好的关系哦。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来帮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要使用我们，透过我们的言语来祝福人。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主。耶稣的爱也让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主。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求耶稣来激励我们，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主。耶稣的爱也让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爱向你所爱的子民来彰显上帝的慈爱，因为你的言语使那些在困境当中的人可以重新找到他生命的目标，永恒的价值。主耶稣，你来，因为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过得丰富的生活。主，你要我们学像你一样，你的样式，特别你的说话带有调和，带有智慧。愿你来帮助我们所说所做所行都能够有属神的思想情感跟意志。愿主耶稣基督，你胜过黑暗的权势，
你的话语、智慧、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天父上帝用你的不变之爱来遮盖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向世人彰显慈爱的管道。主圣灵，愿你帮助我们知道该讲什么话，特别是有智慧的言语，能够使人跟神、使人跟人有和睦，让我们生命活得更丰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弟兄姐妹，请坐。聚会就到这边，愿上帝来赐福啊！我们的1楼也有新庄牛肉大王的老板哦，他所奉献的粽子哦，可以当做义卖这个义卖所得是要奉献给教会10谷米哦，它没有糯米哦1颗40块如果有需要，数量有限只剩下80几颗哦，我们在楼下